大家都知道揀得啱嘅 accessory 會令造型加分。今日就帶大家去澳門睇 Vivienne Westwood 她和她的珠寶展。呢個展覽集結咗品牌40年嚟嘅 archive 珠寶同經典服裝，一齊參觀下 Westwood 嘅叛逆世界啦。首先係佢其中一個 signature 嘅設計 Broken Pearl 珍珠鏈，中間用咗黃銅串連珍珠，表達破碎美，唔完美先係最正嘅。呢個款而家仲有得賣㗎，一聽到珠寶，大家就覺得好貴氣啦，用嘅物料會好名貴。但 Westwood 最中意創新，個系列直接用可口可樂罐整珠寶，日常生活用品都係佢嘅創作來源。除咗珠寶 corset 都係品牌嘅經典設計。Westwood 將大家覺得係內衣嘅 corset 設計外穿，徹底顛覆傳統。另外，成個展覽最有趣嘅就係呢一 set，描述緊18世紀皇室貴族走佬嘅時候會拆走晒啲寶石，所以你見到嘅首飾都係得返個殼嘅。最後係我最中意嘅一間房，超過咗100個土星嘅 logo， 大家一見到土星標誌就知道代表着 Westwood， 但其實十字架嘅圓球代表英國皇權，而土星環就象徵科技與未來。Westwood 嘅品牌哲學就係帶住傳統走向未來。呢個粉紅色嘅係第一個 odd 嘅誕生，之後就衍生出無數嘅設計。And I do believe that art is a mirror on life, and that it gives us the depth of understanding how other people lived. And I have been inspired by it my whole career. 原來珠寶都可以咁有態度、咁有故事嘅。有興趣嘅朋友記得 scan QR code 免費登記入場啦。